好，来继续来看台北市一个坐轮椅的太太，伫咧龙山市连人带轮椅坐去伫公车顶，但是煞无愿意配合下这个安全带，怎甲司机大细声嚷，报警来处理，警察来考劝嘛无效，最后放车落车。公车业者讲，为着安全，照规定本来就要帮坐轮椅的乘客来下这个安全带，也若无哦，公车司机是会放处罚的。 没有啦，是这个啦，这个也要绑啦，也是为了你的安全啦，好不好？警察一个上公车看到附近人坐轮椅，有喙是讲甲无烂，因为伊有案无要下安全带。如果摔倒了，我自己负责。讲若跋倒伊家己负责，要照规定，就要替坐轮椅的人客下好安全带，才会当上路。坚持规定就是这样。那他就下车。 11暗时7点外，台北市艋舺龙山市附近的公车站，这个负责人甲驾驶会有够久，已经停15分钟啊。驾驶实在违法，只好请警方来协助。这不是细了吗？前面也要细。好，那你不要细。你下车。对方拒绝运送，来，我们送你下车。我不用你送，我自己下去。 伊最后放车落车，因过火气有够大，拿落车佫拿骂警察。小心小心，好不好？闭嘴啦！闭嘴啦！驾驶协助坐轮椅的人客红骂业者回应公正，一切拢依照规定。我们有跟他这个说明，这是为了保护他的行车安全。那我们公司如果发现他没有系安全带，就让他上路，我们也会给予惩处。 坐轮椅的人客上公车，公车驾驶拢袂当马虎，先爱将这铁棒绑落了，倒塞起哩，再来用钩甲安全带将轮椅甲人客拢固定好。这个4个固定扣，那驾驶员他只要抽出来勾上去，然后转紧安全带，拉出安全带，然后再把它拉紧就可以了。坐轮椅的人客坐公车无方便，驾驶都要亲身去协助，做好相同的保障。若无只万一若发生意外，这什么人要负责？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